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2块錢的腸粉吃？是不是有政府補貼啊？加蛋加肉都是4塊，加肉也是才3塊，真正的物價都在回光返照啊！加肉加蛋都係4蚊，呢個就係我哋2蚊雞嘅腸粉，多啲都唔怕呢個醬汁。喺深圳2蚊雞一碟嘅腸粉啊 ，Deep Sip 都推薦唔到呢一種店。阿鄧嚟啦喂！作為一個腸粉佬呢，每到一個城市係必影腸粉嘅，包括我哋深圳2.0一樣。今日去嘅呢間呢，可能係好炸裂嘅，因為佢啲腸粉呢先2蚊一碟，可能係深圳最平嘅腸粉。我哋埋位呢種就係2蚊一碟腸粉嘅環境，你睇下真係捐窿捐罅嘅喎。師傅，你們這裡是不是有個2塊錢的腸粉吃？哦，2塊錢的腸粉啊，這麼便宜，還是不是還送那個豆漿啊？還有加粉加麵啊？哦，那要一個2塊的腸粉，然後要一個加肉加蛋，哦不對，是加蛋加肉，2塊那個幫我加個米粉。10多年了。哦，這個價。哦，10多年都是這個價。哦，那真的好划算了，這個為什麼這麼便宜啊？薄利多銷，我還是不是有政府補貼啊？沒有啊，那鋪應該是自己的吧？鋪也不是自己啊，那你們是不是深圳最便宜的產品啊？應該是啊，深圳的物價都在回光返照啊！你們這2塊太誇張了，加蛋加肉都是4塊，加肉也是才3塊，係咪自己磨㗎啲漿你哋？係咯。哦，仲係自己磨。哦，石磨米漿仲可以係2蚊雞，咁啲豉油係邊度流派嘅腸粉啊？廣州定係潮汕？潮汕腸粉。哦，睇呢個滷汁好似係普寧嗰邊係咪？潮州好似係花生醬，跟住汕頭好似係豉油。海鮮為主，蒜頭酥係咪？哇，多啲都唔怕呢個醬汁。哇，2蚊雞呢個份量，哇，好香！呢個就係2蚊雞嘅腸粉，加肉加蛋都係4蚊，純米漿。哦，哎喲，好靚啊，好靚啊！4蚊雞個腸粉呢碟係，哇，呢個係送嘅豆漿你啊，食個腸粉仲有花生豆漿送，2蚊雞嘅物價，6蚊雞嘅 combo 啊！今日打車過嚟咧，仲貴過呢餐腸粉。哇，呢個就係深圳2蚊雞嘅腸粉啊！我哋今日先唔討論呢個腸粉加菜加蛋正唔正宗呢件事，2蚊雞嘅腸粉你仲想點啊？試下個米粉先。2蚊雞嘅腸粉，我對佢最高嘅評價就係唔難食，而且佢個米漿咧唔係攞嗰啲生熟粉對嗰啲燉麵出嚟嗰啲燉麵醬好實嘅，佢真係食得出佢係真係自己磨嗰啲米漿嗰啲感覺，而且佢個醬汁咧就係好標準嘅潮汕醬汁，就係嗰個紅葱頭加嗰個蒜頭酥嗰個味道，加埋嗰啲香菇嗰啲味道，我都係第一次咁樣腸粉加米粉夾住嚟食。2蚊雞仲想點啊？老粉都知咧，平時我食腸粉係唔加蛋嘅，但係今日呢個都係4蚊雞肉加蛋。佢個雞蛋肉咧就係平到你忍唔住要加嗰種啊，咁樣先4蚊雞你睇，仲要加米粉喎。仲有個餸嘅呢個係花生豆漿，好稀客，但係有味嘅，有花生豆漿味。餸嘅仲想點啊？我覺得佢嘅腸粉咧都係喺2蚊、4蚊之上，甚至係高少少預期嘅。覺得呢間唔好話係深圳最平，可能係全國最平嘅腸粉，但係就唔好祈求佢太多環境啊或者味道太期待。我覺得就係好常規嘅腸粉，但係真係的確好平。如果你哋有更平嘅腸粉，可以話俾我知。